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博士。今日是11月17号，礼拜一。咱未来10天天气的重点咱大致上是受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所以透方面这边雨水比较济啦。特别是咱今日甲明仔载这2天，桃园、以北甲宜兰这个落雨的情形是较明显。这个明仔载了后呢，这个雨会比较就较少一撮咱来看这个重点。咱先来看17号甲21号这个平均的气流拢是较明显的这个东北方的这个气流来到咱台湾这附近所以咱甲看这个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水汽比较济特别是咱宜兰这个附近咱后壁这5天呢，同款大致上这个冷空气差不多伫中国的长江流域的这个中上游遮咱环境嘛是透东北风这波的东北风咱水汽比较是较少一撮虽然讲是透东北风啦咱水汽较少但是咱这个北海岸基隆、东北角甲宜兰这边了有一寡零散这个短暂雨所以咱来看雨水的部分咱前5天水汽就比较济啦，桃园以北甲宜兰遮雨水是较济一撮，特别是咱今日甲明仔载这2天，咱后壁这22甲26呢同款平均来讲嘛是透东北风啦，所以基隆、北海岸、东北角新北市、台北市较东边遮甲宜兰这边落雨较济一撮伊这就是沙巴雨这款的这个情形。咱后壁这5天27甲12月初一同款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嘛是水汽比较济所以咱大致上未来10天东北季风影响这个天气算讲今日甲明仔载这2天咱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落雨的情形是较明显一撮其他所在花莲的山区啦甲南投以南山区中昼了有一寡沙巴雨咱19了后呢这基隆、北海岸、东北角甲咱这个台北市、新北市这个东边甲宜兰遮有一寡零散这个短暂雨20、21一直甲咱这个拜六咱就是新北市、台北市东边啦，宜兰遮有一寡毛毛雨尔其他所在算讲天气拢真稳定咱透东北方的这个环境咱这个台中以南的空气是较稳定所以空气的这个品质可能咱的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来看这个台北站未来10天这个雨水甲温度的这个变化咱第一波这波东北风比较水汽是较济一撮所以咱甲看台北这边了了较济啦咱后壁这几天东北风这24遮佫一波东北风啦这波东北风的水汽是比较较少温度的变化算讲咱这今日甲明仔载比较起来有一个较明显的这个温度的降低即摆看起来因为这冷空气甲咱前一阵仔来看了较弱一撮所以看起来是较强的这个东北季风这个影响这波东北风影响18、19了后呢咱20温度了回升但是真紧然后24遮佫一波的这个东北风的这个影响咱来看讲这个冷空气这强度的这个变化咱算讲红线这条这嘛是1028长野线咱是今日看到资料其他这蓝色甲黑色拢是前一阵仔看到这个资料前一阵仔咱这1028线报到甲咱的这个桃园以北甲宜兰这附近但是后壁来看伊这拢有了较减弱拢差不多中国福建这附近所以冷空气比较起来讲咱上新的资料红线这条线来讲咱算讲是甲正常这个预测来讲冷空气无讲遐强安尼所以咱即摆看起来是较强的东北风咱今日差不多中昼过去了后这东北风开始会变较强明仔载东北风的这个影响同款是佫较明显所以咱桃园以北甲宜兰今日明仔载这2天雨水比较是较济一撮中昼了明仔载新竹苗栗以南的山区花莲台东的山区有一寡有一寡所在有一寡沙巴雨啦咱19号比较起来雨水就比较较少啦虽然讲是桃园以北甲宜兰遮有喷淡薄沙巴雨尔中昼了后呢咱花莲台东的山区同款有部分的所在有这个短暂雨20呢咱新北市、台北市东边甲宜兰遮有一寡毛毛雨21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宜兰有一寡毛毛雨22嘛差不多所以咱18这天算讲是水汽较济一撮今日甲明仔载这2天后壁来讲咱同款当是这个云较高啦这个北海岸基隆甲宜兰遮有一寡毛毛雨尔咱21这天另外一波东北风的这个影响北
北海岸、嘉南甲宜蘭有一寡毛毛雨，中晝了桃園以北宜蘭變做是有局部短暫雨，花蓮台東的山區嘛是有一寡局部短暫雨。二六咱即水氣就比較較少，咱中晝了山區有一寡毛毛雨，所以咱第一波即波較強的即個東北風即個影響水氣較濟一撮，桃園以北甲宜蘭落雨比較較明顯。咱後壁即波二四即波呢水氣較少一撮但是咱即個透方面算講北海岸、嘉南、東北角甲宜蘭遮就有一寡濕毛雨即個情形出現，提供互咱的好朋友做參考啦。咱今日咱的好朋友若出門毋知影有了早一领即个較薄即個外套啦，因為咱差不多下班的時間應該就會感受到咱即波較強東北季風的即個影響咯。當然啦，落雨天咱攏愛注意安全，量早出門最後祝福咱所有好朋友今日工課一切順遂，攏平安。